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啊喜寮頻道，今日介紹一間非常鄰近康湖居嘅中層單位。呢邊就係康湖居，康湖居就有 marketplace 咧，所以行過去買嘢都好方便。呢個露台業主做咗個空間，可以放下雜物。700尺兩房設計，700尺，租金15000蚊。寵物可以嘅，貓狗可以，寵物。兩房設計，租金15000蚊。廁所做咗企缸，乾濕分離。有興趣嘅就聯絡我啦，多謝你收看我呢個頻道。